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。日期2025年12月15日，第16天。主題喜樂，題目以神為樂。經文詩篇第16篇3至4節。論到世上的聖民，他們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悅的。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他們的受苦必加增。他們所澆奠的血，我不獻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。聖民就係同上帝立約嘅聖潔子民，佢哋被分別出嚟，喺生活上遵從上帝嘅律法，以過着敬虔蒙上帝喜悅嘅生活。喺第4節經文提到，澆奠的血係一項獻祭嘅儀式，而呢度所指嘅聖民，好有可能就係指擔任祭司嘅利未人。喺撒母耳記上21章嘅記載，大衛逃避掃羅嘅追殺，佢第一個可以諗到逃難嘅地方就係拿伯祭司亞希米勒嗰度。由於大衛倉促嘅逃亡，身上冇帶啲乜嘢，佢好飢餓，就請求祭司俾佢陳設餅作充飢。大衛喺逃難嘅時候咩都冇，但係佢睇到利未人冇自己嘅產業，生活只係單純嘅去依靠上帝，但仍然散發出一份滿足嘅喜樂，以致佢嘅心喺度羨慕緊呢班聖民。對比起呢班上帝嘅聖民，大衛可能聯想到其他宗教司祭所澆奠的血。澆奠的血喺英文鑒定版聖經 King James Version 嘅翻譯係 The drink offerings of blood， 係指一種飲用嘅血祭，可能係一種拜偶像或者邪術嘅祭祀。大衛堅定嘅宣告：我決唔會參與佢哋嘅祭祀，亦都唔會拜祭佢哋嘅神明，因為咁樣必定係越拜越苦，並唔能夠釋去心中嘅憂慮。喺現實中，以別神代替上帝嘅，真係唔能夠帶來人心靈嘅滿足與平安。古代教父奧古斯丁曾經指出，上帝造人嘅時候，喺人嘅靈魂裏邊留下一個好似上帝形狀嘅空洞，因此只有當人揾到上帝嘅時候，先至能夠彌補心靈嘅空缺。年輕時候嘅奧古斯丁曾經過着反叛嘅日子，並且熱切追求情慾嘅事情。佢曾經信奉摩尼教長達10年，佢將人生嘅焦點放喺追求成功、財富，但係佢心靈裏邊仍然未能夠得着滿足，直至到佢33歲嘅時候歸信耶穌基督，終於揾到佢人生真正嘅意義。1647年喺倫敦西敏大教堂所制定嘅西敏小要理問答中，清晰嘅闡述咗我哋基督徒人生嘅目的。問：人生嘅首要目的係啲咩呢？答：榮耀上帝，以他為樂，直到永遠。默想：喺我面對困難嘅時候，第一時間係仰望並尋求上帝嘅指引，定係靠自己嘅血氣、能力或者世界方法去解決處理問題呢？
讓我同心禱告，願上帝賜我一顆好似大衛一樣嘅單純信靠主嘅心，喺面對困難或者挑戰嘅時候，不求別的，只係單單呼求你是我的主，並且仰望主你嘅幫助，奉主耶穌名字祈求，阿門。